搬家前的序曲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雷。外婆的新家基本完工了，相城区的西云雅园，再过几个月可能要搬过去了。然后外婆旧的家，我们现在打算请人来做一次收纳，因为之前有想过卖掉，也有想过租掉，但现在考虑下来就空关着。因为如果租出去的话，外婆也怕里面的家具会损坏嘛。当然这很正常，有损耗，但是毕竟外公外婆在那里生活了那么多年，有他们最宝贵的记忆，要整理得干净一点，就空关着。那么外婆那个房子毕竟也很大，本来我们想自己理的，但是根本没办法，很多东西外婆自己都不知道放在哪里了，所以今天专门请人来做，马上就到了，现在我过去。小区最近改造的，车都开不出去，也开不进来，只能坐地铁去。这个路啊，穿凉鞋走的脚疼。非常期待改造好之后究竟是什么样，我们居民几个月的等待究竟值不值得？我上来扣个男子，全球走来个机票已经买好着，11月份转来嘛，3个，你也搬到新房子去的嘛？搿么做心里想也，3号也装修啊。装修嘛，我陪你去看看着，我买家具了啥？那么我想个家具是我买天的，是个。挨到底个家具不动，帮你收纳好。还是收纳个人来着。奶奶你好，你好，我们是乐乐家收纳整理的。这是我们的小团队。对，你们看那个橱里面那个团成那样的衣服该怎么弄？我们把它全部清出来，然后再分类。这个原本是我的房间，结婚之后就没住过了。外婆打算楼上都收纳好之后就空关了，就不用再上2楼了。搬家前的序曲。大的房子确实需要整理一下，像我和镜子住的小房子，一眼就看到头了，什么东西都少不了。很多衣服都是我小时候的，现在完全穿不下了，但是老人又不舍得扔掉。今天是收纳了上面90多个平方，因为外婆现在腿脚不好，估计以后楼上也不会去了。然后外婆住的下面的话，等搬家前再叫他们来收纳一次。朋友们，这张视频就到这，再会。